过年围炉食团圆饭，这菜色一定爱澎湃澎湃。不过营养师也建议讲钱的食材会当另外事先煮，甲这油粉洗掉了后，再放入去火锅内面滚，则袂规定的汤愈煮愈油，愈煮愈来愈油彤彤。另外买回来的食材会当先家分好势，要食偌济才来煮偌济，食不了的也唔通冰伫咧冰箱内面超过3天。年仔这市场的买气嘛对咧称悬，真侪人光要买年菜款拜拜，澎湃的料理一顿一顿传。今天买了白玉萝卜跟长年菜之前有买的万峦猪脚鱼澎湖的鱼大家都几乎都是买虾子买白鲳买鲑鱼对，大致都这些人讲有鱼有肉也着菜价，不过过年围炉总是重口味的较济。若要食较健康，营养师建议，除了加放菜色以外，针对一寡有煎过的火锅料，嘛会当改变煮的方式，减少火锅内底的油分。炸物的那种干豆皮之类的，其实你如果说有些人他们还是很想要吃这种的食材的话，其实我们会比较建议是说，他先在另外一个一个水锅。把这些干豆皮这些先把它煮过，然后先煮过煮软之后，再把这些的豆皮再把它放进你想要吃的火锅的汤头里面去做熬煮，先把它油脂先把它类似像是把它滤掉。肉类的取材，你可能就是还是会比较建议是说，你可能是属于那种油脂少。但是你又可以摄取到一些比较软嫩的。另外，营养师嘛提醒，买回来食材会当先分好好，食偌济煮偌济。若真正食袂起，放冰箱，上加唔通冰超过3天，物件才袂歹去，生毒素加细菌，影响到咱的健康。记者麦上尹曾春佑台北报道。